皇上明知女人怀孕，却偏要行周公之礼。你好香啊！太医说了，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。已经5个月了，想来也无大碍。而皇上之所以会情不自禁，皆因闻到了百合花里藏着的羞羞香。两位娘娘，可不好了，丽妃小产了。原来甄嬛发现了玲珑用迷魂香的阴谋，就是企图控制皇上，让她强行怀孕，然后等胎儿5个月时再嫁祸给自己。不过玲珑宣布怀有身孕以后，甄嬛就每天躲着她不见，这让想碰瓷的玲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直到对方生日，甄嬛才让下人给她送去1瓶百合花。经过太医确认此花有安神保胎的功效后，小心谨慎的玲珑才放下了戒备。由于百合花的香味盖住了迷魂香，于是善于调制香料的玲珑并未察觉。接着皇上闻到香味后突然来了兴致，结果就造成了玲珑小产的荒唐事。可怜的老四做梦都没想到，他自己成了一个大冤种。而对于甄嬛来说，仅用1瓶百合花就瓦解玲珑的阴谋，可谓是经济实惠。同时皇后和静妃埋怨皇上不知羞耻，难道就不能将炙热发泄到他们身上？他们的谴责让大胖菊顿时无地自容，还好甄嬛出面解围，皇上才好受了一点。随后皇上为了弥补玲珑，不仅将他父亲职级提到3品，还赏赐他娘家上百亩良田。然而身心疲惫的玲珑却意识到，斗来斗去终究是一场空的道理。虽然玲珑最后时刻猛然惊醒，但她的生命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，因为一场批鸟大会正在上演。首先端妃表示发现一个制香的窝点，她说玲珑不但无牌经营，居然还敢用迷魂香魅惑皇上。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，便可留住皇上的心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男女相悦，有时不必动情，可用香药。这香有毒没毒？无毒。而皇后反复确认此药有没有毒性，无疑想用这一点来减轻玲珑的过错。不过端妃却对此事充满怀疑，为何皇上明知玲珑有孕还要胡来？再者，老四的酒量惊人，又岂会喝醉？同时玲珑也没有劝解皇上，这不科学。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，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？端妃的说辞直接坐实玲珑的罪名，不仅欺骗皇上，还意外导致皇子夭折。事实清楚，任你皇后狡辩也休想保住他。而高段位的王者都是说话的高手，于是甄嬛恳求皇上开恩饶过对方。她说玲珑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报应，除此之外，她调制的香料人人都说好，所以留她在后宫继续发光发热，也算皇上仁至义尽。看似甄嬛表达对玲珑的同情，实则她在给接下来的事做好铺垫。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，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？皇贵妃何以这样问？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，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，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？如今想来，不觉得蹊跷吗？身体健壮，也架不住有人暗害。两人天衣无缝的表演引起皇上重视，立刻让太医对舒痕胶做出分析。很快，太医断定里面有大量的麝香，如果长期使用，必然会发生滑胎的危险。是玲珑杀了臣妾的孩子，皇上，玲珑的心好。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此狠手，还做得滴水不漏，真是人心难测啊！侍奉安陵容的宫女报信生了沈眉庄的胎，现知此人居心叵测，宫女报信必是受了安陵容的指使。珍宠了多年的女人，竟然不配为人。这就是甄嬛的聪明之处，她知道皇上会因为内疚会放过玲珑，而甄嬛重提往事就是让皇上不再手软。毕竟第一个孩子的夭折是老四心中的痛。皇上，请您进去。